歡迎大家收睇由傑哥同敏儀主持嘅《GM 看世界》。傑哥啊，最近咧我哋就成日講關稅啦，咁不如今日講下呢一個內政咯。係，川普上任之後，其實佢哋嘅改革唔單止有對外，即係對內噶嘛。係啦，咁啊早排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好多嘅聯邦地方法官咧就做咗好多阻撓川普嘅一啲嘅行政政策啦。咁但係最近傳嚟好消息喎，因為聯邦最高法院咧嘅大法官咧就企咗喺川普政府呢邊啦。係啦。大家應該都記得啦，前一排川普有啲咩改革咧？經常有啲非盈利團體就去告川普政府。咁啊，川普想做乜都唔得，譬如講想改革聯邦機構又唔得，想炒啲冗員又唔得，連驅趕非法移民當中嘅黑幫成員咧都唔得。咁但係咧，最近一個禮拜之內，聯邦最高法院作咗3個都係支持川普政府行政政策嘅一個裁決。咁啊，我哋同大家逐個講下好嗎？好啊。第一個咧就係之前咧加州有個聯邦法官就裁決，就喺訴訟期間咧就唔允許川普呢個炒咗16000名呢個聯邦政府嘅試用期嘅員工，要求呢啲人咧就復工，因為咧佢覺得川普炒呢啲人咧未呢個遵守聯邦嘅法律。點解未遵守法律咧？佢話我覺得未遵守啊，我就要睇真啲啊！嗱，大家講。川普有好多行政政策俾法官叫停咧，唔係話你咁做唔啱。佢哋往往個道理都係睇先。呢樣嘢我要睇睇先喎。咁所以你我睇睇先期間咧，你就唔能夠做啦。咁我睇幾耐咧？可能係半年，可能係1年，可能係3年都唔定。咁等於你想做嘅嘢就通通做唔到啦。咁嗱，大家知道川普同馬斯克對呢個聯邦機構嘅改革有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有冇啲機構係唔應該存在嘅。係。裁咗佢嘅話，咪成個機構啲員工咪全部炒晒咯。第二，有冇啲機構嘅員工咧係人浮於事，即係我哋講個冗員，炒一部分。第三，有冇啲欺詐同浪費，將呢啲欺詐浪費我哋納稅人嘅錢攞翻嚟。其實我覺得呢3點咧，所有呢一種嘅員工都應該炒。但係有啲聯邦嘅地方法官，通通都話唔得。點解唔得咧？冗員喎。咁佢係民主黨嘅支持者啊嘛，佢係民主黨任命嘅法官啊嘛，所以川普做嘅嘢一切都唔啱。咁所以呢個邏輯大家要搞清楚啊！第一，川普想做嘢；第二咧就有啲非盈利團體。仲要非盈利團體睇關佢咩事咧？係啦，你呢個法律概念咧同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一樣啦。咁啊，走去法院告，佢哋係揀法院嚟告嘅。梗係揀民主黨嘅法院啦，唔係即係自由派法官比較多嘅法院。譬如講呢個地方法院裏邊有10個法官，哇數啊10個都係自由派法官，你呢度告包冇死。係，因為其實你去告咧，唔一定話我要求你民意法官審理，唔係嘅，佢法院內部會調嘅。咁反正你10個有9個都係自由派法官，點都會揀正你噶啦。咁所以佢哋由呢啲基本上去咩啊？加州啦，DC 啦。紐約啦、馬里蘭啦，呢啲都係民主黨法官匯聚嘅地方，佢哋就會喺呢啲地方去揀。咁所以咧，就加州個法官就下令唔俾炒呢16000人。咁於是咧，川普政府就上訴到去上訴法院。上訴法院話佢講得啱，唔俾炒，唔緊要。再上訴。唔係我哋講呢啲非盈利團體咧，佢哋都係咁嘅，佢哋會計清楚晒。我喺地方法院贏咗，川普一定會上訴。咁我去到巡迴法院，即係我哋講個上訴法院，而呢個法院裏邊咧又係自由派大法官，所以冇事。咁但係你最終要去到聯邦最高法院啊嘛，咁呢個就係成為川普可唔可以打破呢啲阻撓進行改革嘅最後嘅希望啦。但係聯邦最高法院係咪應該即係呢一個叫保守派嘅大法官比較多咧？嗱，而家有種講法就係6比3，6個保守派，3個呢個左派。我從來就唔贊成。係，包括之前話5比4我都唔贊成，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首席大法官羅伯特，佢係一個搖擺派嚟嘅，佢經常好明顯嘅，你覺得應該支持嘅保守理念，佢唔支持嘅。咁啊，仲有一個川普任命嘅女法官巴雷特，佢嘅立場咧同羅伯特基本上就有好多類似嘅地方，佢有好多法律嘅立場咧係同川普唔一致嘅。咁所以咧，我只能話而家聯邦最高法院9個大法官，我認為咁分佈嘅，4個保守派大法官，譬如講呢個托馬斯啊、卡亞羅啊呢啲，2個搖擺派法官，羅伯特同埋巴雷特。仲有3個咧係屬於極左派法官，咁其中一個就係拜登任命嘅傑克遜啦，另一個咧就薩多馬尤，哇！呢個係而家目前大法官裏面最左嘅一個。
金斯伯格過身之後咧，佢就變咗係聯邦最高法院最左嘅法官啦。咁但係我哋啱講之前呢個加州聯邦法官作出個裁決，禁止佢炒16000名聯邦員工、試用期員工呢個案件，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咗有利於川普嘅裁決。但係你知唔知係幾比幾？我估咧，因為你問嘅時候咧，我感覺怪怪嘅，咁所以我大膽嘅估咧7-2。呢個我都下調7-2，係只有薩多馬友同埋傑克遜呢兩個人投咗反對票，包括原來認為嗰一個自由派大法官咧都企咗喺保守派呢邊，咁另外兩個搖擺派咧都企咗嗰邊。咁佢哋嘅理由係咩咧？最高法院嘅法官認為，佢話呢啲嚟訴訟嘅非營利組織，你哋唔具備法律資格，又唔係炒你，係你話我維持公義，我維持呢個人權。同行政管理冇關係喎，係咯。聯邦嘅行政管理有佢一套體系。我呢個內閣部門，我作為一個主管，我可唔可以炒人呢？如果唔炒人嘅話，我哋通常香港講揾你兩仔爺做埋佢啦。你只有請人權利，冇炒人權力。你下邊嘅員工唔聽話，下邊嘅員工冇工作能力，或者係根本就冇工作嘅熱情，你都唔炒得嘅。咁聯邦政府咪好大件事？其實聯邦政府絕對唔係一個慈善機構啊嘛，點解要養一啲係冇用嘅人？點解要養冗員呢？慈善機構都唔係拎嚟養冇用嘅人嘅，慈善機構係養一啲有需要幫助嘅人。咁你呢啲叫做咩啊？社會精英嚟噶嘛？你係聯邦嘅僱員啊嘛。咁點解你唔炒得咧？咁所以聯邦最高法院嘅法律解釋就話：喂，各位非營利組織嘅成員，你同呢班人冇關係喎，你同聯邦政府冇關係嘅喎，憑咩你嚟告咧？咁所以咧就作出咗呢個有利嘅裁決啦。呢個係一個禮拜之內大法官3次企喺川普嗰邊，呢個媒體講嘅。咁仲有一件事係咩事咧？仲有一件事就仲影響更加呢個廣泛。係川普上台之後咧，大家都知道要趕非法移民啦。趕非法移民嘅話，咁有一種非法移民咧係川普政府或者我哋美國納稅人最痛恨嘅，就係非法移民當中嘅黑幫分子。咁但係你知道，你即使要趕非法移民咧，你有個好漫長嘅程序。譬如講，我而家喺度申請咗呢個庇護聽證，你唔可以趕我㗎。法官都未裁決。咁但係川普政府覺得，喂，你係黑幫分子，呢個移民法庭對你嘅裁決可能喺1年之後，可能2年之後。咁喺呢個期間，你係咪會對美國嘅社會、對美國嘅民眾產生好大威脅咧？所以川普就引用咗個法律，1798年制定嘅法律外敵法，有啲將我亦對付外敵法。總之外邊有敵人入咗嚟美國，我應該點做咧？果斷迅速將佢趕出去。所以呢個外敵法咧就俾川普攞嚟，呢個有用，因為佢規定咧，我認定你係外敵，我就可以跳過好多法律嘅程序，將你遣返。所以川普就用呢個外敵法走去驅趕一啲有黑幫背景嘅非法移民。於是咧，又有呢啲咁嘅所謂嘅非營利組織咧，就將佢告咗去哥倫比亞特區，即係 D.C. 嘅法院。咁你知道 D.C. 我哋講過未啊？好左噶嘛！2024年大選90%幾嘅票投俾拜登噶嘛。咁佢個法官咧叫做博斯伯格。咁啊，呢個博斯伯格咧就已經多次阻止川普嘅行政命令噶啦。咁今次咧，對於川普利用外敵法驅趕呢啲有黑幫背景嘅非法移民咧，博斯伯格又話唔得。大家唔覺得好奇怪啊？法官拎嚟維持法律公義，佢唔係㗎，佢為咗阻止川普而阻止嘅咋。佢係保護有黑幫背景嘅非法移民啊！佢保護緊嗰啲揸住 AK-47將科羅拉多州嘅居民喺屋企趕出嚟嗰班非法移民。離譜！咁總之佢係法官，佢有呢個權，所以佢就發布咗一個暫時禁令，又係暫時禁令啦。佢就話：喂，我覺得呢件嘢裏面可能有啲疑慮喎。一暫時禁令咧，就講明呢啲窮兇極惡嘅黑幫分子就又可以喺美國又可以殺人放火啦。咁所以咧，呢件案件又係咁啦。川普政府將佢上訴到去巡迴法院，巡迴法院話博斯伯格講得啱，你就唔能夠驅逐呢啲人。去到聯邦最高法院咧，聯邦最高法院就解除咗博斯伯格嘅臨時禁制令。點解咧？聯邦最高法院個裁決嘅法律嘅觀念係咁嘅，佢話呢啲咁嘅遣返行動嘅法律挑戰咧，我哋
認可你法律上你哋有咁嘅權，即係你要遣返張三李四和五馬六都好，佢都有權力去申請話，唔啱喎，我唔應該被遣返喎。但係呢啲法律挑戰應該喺移民被拘留嘅所在地嘅聯邦法院。哦。譬如講你喺加州被拘留嘅，咁你咪去加州法院咯。係。你喺德州被拘留嘅，你咪要去德州法院咯。咁但係冇理由係 D.C. 噶嘛？咪就係咯。係。點解去 D.C. 咧？係因為你 D.C. 嘅法官係民主黨旗組法官啊嘛。呢啲非營利組織先去嗰度告啊嘛。咁所以最高法院話：嗱，我唔理你法律觀點，可唔可以用呢個外地法？總之你博斯伯格你嘅裁決就超越咗你嘅權力。啱。所以你嘅禁令冇效。咁即係話川普可以繼續將呢啲黑幫分子遣送走，除非有人再告。再告去邊度告咧？呢啲案件最高法院話應該係德州聯邦法院審理。哦，但係德州係共和黨喎。共和黨佔優勢啦，咁你咪試下喺德州法院再告咯。咁但係而家因為呢個博斯伯格嘅禁令被取消咗啦，所以川普咧就又可以將呢啲黑幫分子咧用外地法將佢驅逐。我覺得對我哋市民嚟講，絕對係一個好消息。邊個中意有黑幫分子住喺我哋嘅社區裏面咧？邊個中意黑幫分子咧？博斯伯格中意，真係離譜啊！真係。咁所以咧就聯邦最高法院喺嗰個裁決當中咧就特別講，佢話呢個案件嘅法律程序咧仍喺度進行緊，即係話我唔係裁決外地法適唔適用，我係裁決博斯伯格冇權去管轄呢樣嘢。啱。你知唔知佢裁決意義喺邊度？係，即係話以後你再有聯邦地方法官一個法官就可以阻止川普喺成個聯邦範圍裏面推行佢嘅政策咧。以後就會受到挑戰啦。我覺得佢哋嘅權力好似過大咯。如果可以的話，本來咧就係你係地方聯邦法官，你就管理嗰個管轄區。係啊。其他嘅你又冇理。但係咧，美國法律有個大漏洞，冇規定呢啲聯邦法官佢哋嘅管轄範圍嘅權力，所以佢哋一個裁決就可以令到行政命令喺全個聯邦範圍冇得執行。咁而家聯邦最高法院呢個裁決係咪講俾你聽？你係 D.C. 嘅法官啊嘛，你就管翻你管轄範圍嘅嘢。咁有咗呢個案例以後就好辦啦。冇錯啦，以後咧，如果再有啲聯邦法官喺某個角落頭話唔俾川普喺全個聯邦執行一啲政策咧，咁就可以以此為例。所以嗱，呢個裁決嘅意義就喺呢度。係。咁喺本案當中，我哋啱講5-4啦，5-4咁咪就講咗啦。你哋認為6個保守派大法官？如果按你哋嘅理解，係咪有一個所謂嘅保守派大法官企咗喺對面啊？呢個人叫巴雷特，川普任命嘅大法官嚟㗎。係，所以我對巴雷特同埋羅伯特呢兩個人咧，我覺得大家千祈唔好覺得佢一定係企喺川普呢邊嘅。當然啦，大法官有佢自己嘅法律嘅判斷，佢係專業嘅，我哋尊重佢。但係我哋喺一般民眾觀察呢個新聞事件嘅時候咧，我哋唔好覺得咦冇事啊，6個保守派大法官唔係呢回事啊。川普對今次嘅裁決咧，哇！佢喺嗰個佢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咧，就出嚟高度讚揚，因為其實川普都知道呢個裁決嘅影響係以後唔可以任何一個阿貓阿狗就可以阻止成個政府喺成個聯邦層面嘅。太好啦！好似阿貓阿狗唔好啊！講過某個法官係咁就川普話，最高法院維護咗我哋國家嘅法治，允許一個總統保衛我哋嘅邊境，保衛我哋嘅家人同埋我哋嘅國家。啱啊！好啦，咁呢個第二性咯，第三性咧就係有一個人有個非法移民，法官話佢被錯誤驅逐咗去薩爾瓦多，佢要求川普一定要將呢個人接翻嚟，並且要限期喺某年某月某日結束之前，呢個人一定要美國將佢從薩爾瓦多接翻嚟。嗱，呢個川普驅趕非法移民咧，有黑幫背景嘅非法移民，往往咧你將佢遣返去原居地咧，呢個原居地國家唔收。邊個想要黑幫分子啊？除咗嗰個民主黨嘅法官之外，咁所以咧，川普嘅政府就同薩爾瓦多傾掂咗。你有冇睇過薩爾瓦多啲監獄嗰啲照片啊？哦，有啊有啊，好恐怖嘅，除晒衫，係啊，好恐怖嘅底褲，跟住咧就扣住手扣住腳，去換監倉啊或者押送咧，要即係成個人係手同腳幾乎綁埋一齊，要小碎步咁跑住，哇！即係見到都驚。咁你作惡多端啊嘛，應該受此懲罰啦，係嘛？咁所以咧，川普就同薩爾瓦多傾掂咗，就將呢啲黑幫非法移民就移送去呢個全世界最恐怖嘅監獄。係。咁你衰得過薩爾瓦多肯啊嘛？咁所以咧就用呢個辦法去震懾嗰啲幫派成員。阻嚇作用。你唔好非法進入美國，然後喺美國胡作非為。咁而家
又一個地方嘅聯邦法官叫做辛尼斯，佢係馬里蘭州又係民主黨嘅鐵營盤。馬里蘭州個地區法官下令要將呢個人接翻嚟。呢個係邊個咧？呢個人嘅名咧叫做基爾馬阿曼多阿布雷哥加西亞。咁長嘅。嗰啲西班牙裔嘅人嘅名都好長嘅，因為佢哋中意將阿爺嘅名、阿爸嘅名加埋上嚟噶嘛。咁啊，我哋簡稱叫加西亞啦，大家知道係邊個就係啦。呢個加西亞點解聯邦法官要求一定要將佢接翻嚟？要喺4月7號夜晚11點59分之前，即係4月7號晚黑結束之前，一定要接翻嚟。如果唔接翻嚟咧，川普政府就違反咗法官嘅裁決啦。咁於是咧，川普政府就又上訴。聯邦巡迴法院又話要將佢接翻嚟。去到聯邦最高法院就話：呢個辛尼斯嘅裁決暫緩，即係話川普可以唔使喺4月7號晚黑11點59分之前接佢翻嚟。點解咧？因為聯邦最高法院嘅法官都要再認真審理下呢個加西亞應唔應該將佢接翻嚟美國。好啦，咁我哋講翻呢個加西亞點解會俾法院下令接佢翻嚟咧？話說咁嘅，川普政府咧就捉非法移民當中嘅黑幫分子咧，佢最痛恨嘅咩人咧？叫做阿拉瓜火車，即係話揸住 AK-47喺科羅拉多州搶佔居民嘅住宅嗰班人。咁所以咧，而家一話係呢啲人咧就捉，甚至曾經有一個同性戀嘅髮型師，佢身上嘅紋身同呢個阿拉瓜火車紋身一樣嘅，所以捉咗。咁但係咧，佢話佢唔係，咁都引起啲法律訴訟嘅。呢個加西亞咧就都被認為係阿拉瓜火車嘅黑幫成員，所以捉咗就同呢啲阿拉瓜火車嘅成員一齊就上一部飛機就運咗去薩爾瓦多。運咗去之後咧，佢嘅屋企人、佢嘅太太同埋佢嘅幾個仔女就係美國公民嚟嘅。佢太太出嚟控訴話：你哋拉錯人喎。點解錯咧？佢唔係阿拉瓜火車嘅成員喎。咁唔係點捉佢㗎？因為佢係另外一個黑幫嘅成員，都係黑幫，都係一個臭名昭著嘅黑幫 MS-13。呢個係曾經喺美國犯咗好多血腥罪行嘅黑幫嚟㗎嘛。咁呢個又怪川普政府嘅工作人員喺呢個做 paperwork 嘅時候咧，唔認真，明明佢係 MS-13嘅，登記錯咗，就寫咗阿拉瓜火車。好啊，咁佢於是咧，佢個太太就同埋啲非營利組織就揸住呢樣嘢就，你話遣返阿拉瓜火車成員嘅，佢唔係喎。咁佢係咪黑幫成員啦？係啊，但係佢叫 MS-13啊。但喺法律程序上咧，如果犯咗呢啲錯咧，真係分分鐘咧，你贏變輸噶喎。係啊，咁包括以前我哋話嗰個辛普森殺妻案，點解佢收尾贏咗啊？咪就係你警察做嘢嗰陣時有瑕疵俾人捉住咗。係啦。咁所以點解今次最高法院話暫停辛尼斯嘅裁決嗰個最後限期冇講話佢要唔要被接翻嚟？咁但係呢邊你有冇睇到一個最重要嘅細節就係咩咧？呢個加西亞係邊個國家嘅人咧？薩爾瓦多人。喂，佢係薩爾瓦多嘅非法移民，佢係黑幫分子。我將佢裝上咗阿拉瓜火車部飛機度運翻去薩爾瓦多，都好 make sense 啊！希波哥做錯咗，呢個係事實。咁但係將佢送翻去大朗上有錯嗎？如果接翻嚟，經過晒啱嘅程序，係咪又要送多一次咧？咁佢就可以一大堆法律戰，搞到佢又可以被保釋啊，又可以行翻出監獄，又可以再次作惡噶啦嘛。咁所以呢個就係今次聯邦最高法院嘅第3個裁決啦。咁呢第3個裁決，對未來嘅影響就冇之前嗰兩個咁大啦。咁但係呢個都俾大家睇到一樣嘢，就話川普政府做緊乜嘢？遣返非法移民當中嘅黑幫分子。咁因為呢3個裁決咧，所以川普未來喺推動驅趕非法移民呢樣嘢上咧，應該講有咗更大嘅空間同埋權力，所以咧最近咧財政部同埋國土安全部簽咗個合作協議。呢個合作協議嘅內容唔係發展經濟，唔係關稅，係遣返非法移民。其實我覺得遣返呢個非法移民咧，係川普選舉嘅時候咧答應咗好多嘅選民嘅。呢個競選承諾，佢而家喺度兌現緊，我覺得係大家應該要雙手支持啦。係啊。咁嗱，今次遣返要揾到呢部分非法移民咧，就有啲特別啦。佢哋唔係黑幫分子，並且佢哋又向美國政府納稅。呢個就係點解會係財政部同國土安全部簽約嘅原因。財政部下邊咧有個國稅局，國稅局直接同國土安全部簽約。點解咧？因為喺國稅局掌握嘅呢個信息當中咧，有一部分非法移民係交緊稅嘅。即係譬如講你走咗嚟美國，
申請呢個政治庇護，申請各種庇護。咁啊，法庭話咁咧你就咩啦？等待法庭嘅通知嚟呢個再審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有啲人就從此消失喺人海當中。移民法庭再揾唔到㗎啦。係。但有啲人咧就係真係等法庭嘅審訊期間咧，因為佢喺美國有張行街紙，佢可以出嚟揾嘢做啊嘛。特別喺啲民主黨嘅州，咁佢哋就一路做嘢一路交稅。咁希望第日法庭話你表現良好，可以同意你喺美國庇護，然後咧佢就可以交稅嘅時間比較長，退休可以攞到啲退休金。咁而家國稅局同國土安全部要捉緊咩人咧？就係雖然佢有交稅，但係佢已經被法庭拒絕咗佢嘅庇護申請，已經簽發咗驅逐令。但係佢仲喺美國，仲喺度做緊嘢，仲喺度納緊稅。呢個有幾多人？呢度總體上有700幾萬人，其中有70幾萬人咧，1/10咧係已經被法庭落咗驅逐令嘅。哇！咁所以川普點解兩個內閣部門可以咁合作咧？咁當然係法律戰，川普贏咗，所以以後咧川普驅趕非法移民，我相信會更加有效、更加堅定啦。咁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好消息嚟嘅。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